了枪马上呢，这个秦了马特的说了这个多啊，想说啊，不然俺想呢，这么点这个简单的，30什么的两个人在那6年中，他出俺就是新地方的，这么点这个枪然后么嘛，我不录住，这是为台湾人，我不录住记住因什么采用个种种了，人家我不录住个长眼过来下药嘛的，以内。这么点个送下的送的，老中菜，第2年间，我们如送下的送的老中菜，哎，你2年前的，请了我到第1多啊，晓得吗？这第1年的天上这叫什么些个长王让么就是现在老马的全都叫我马的，俺老不晓得的，生了挨不起来，晓得吗？哎，你说我怕天上这俺样子可说的，人员怕老日子呢，但长王让么说，哎，你送样么就送出的，给你这查下是没了啊，晓得吗？